那桃园龙德宫的妈祖，每一年的行路绕境，已经伫顶礼拜六的深夜起驾咯。即摆行程嘛已经行到一半。当然，庙方嘛真注意防疫的事项，目前拢平安，无人发烧。桃园市长郑文灿本地早起要到天后宫来接驾，嘛取消咯。桃园龙德宫妈祖，当年八港七暝绕境到云林已经第15年啊。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，今年挂翠暗的香客有较济，有人就算伫困嘛挂掉咧。到食饭时间，伫餐厅内翠暗都爱拔落来，为了避免传染，统一用纸缸来倒较饭菜。进入产房之前，他都会先测量额温，然后在身上我们会贴一个识别。2000多名香客统一伫香客大楼休困，集中感染的风险真悬。庙方伫每一个角落拢有放处理酸水消毒机，窗门拢拍开。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咧传，进行网络顶面有咧传讲，龙德宫有2天发烧，佫被隔离。不过庙方赶紧澄清讲这是假消息。我们的团队都有很好的防疫措施，对，所以我们都很放心。庙方高规格防疫，目前无香客出现发烧的症头，就算是安尼，桃园市长郑文灿本来打算要伫26到中华天后宫接驾，嘛因为考虑到疫情取消。我也协调桃园市的各大宫庙大型活动，包括像绕境，或者是这个大型的室内集会那也会办理取消。庙方表示讲，绕境日期拢清晰过神明，跋杯嘛拢讲无问题。不过国外教会发生集体感染代志，互人会烦恼。这宗教甲防疫到底敢有法度找到平衡点，煞变成争论的话题。